遊遍咗天下前路嘅風景蓋住咗煙霞。呢句歌詞就好似係為我同阿玲而家嘅狀況度身訂造。以前覺得我哋嘅路好清晰，就算平淡都係一條可以望到將來嘅路。但自從嗰隻磁碟嘅秘密爆發之後，所有嘢都變晒。我哋之間就好似隔咗一層好厚好濃嘅煙霞。我睇唔清楚佢，更加睇唔清楚我哋仲有冇將來。屋企嘅氣氛靜到令人心慌。阿玲冇再喊，冇再質問，亦冇再眼紅紅。佢變返好平靜，但係嗰種平靜係一種拒人千里之外嘅禮貌。佢會同我講早晨，會講唔該，但係眼神唔會停留喺我塊面超過一秒。我哋好似變咗同屋共住嘅陌生人，所有溫情同埋默契都蒸發咗，變成眼前呢片令人窒息嘅煙霞。我試過做啲嘢，煮佢鍾意食嘅餸，買啲小禮物，想幫下佢，但佢嘅反應都係淡淡嘅，一句多謝就冇下文。我嘗試想傾下偈，講下公司啲趣聞，或者計劃下週末去邊，佢會禮貌咁聽，但唔會投入，好快就會揾藉口行開。我個腦有時會唔爭氣咁諗起 Leo，諗起嗰個喺網絡世界入邊曾經俾過我慰藉嘅佢，但就好似歌詞咁講，佢不過係煙霞。我哋從來冇喺現實世界開始過，更加冇諗過去揾翻佢。我而家嘅痛苦唔係因為失去咗 Leo 呢片煙霞，而係因為我為咗掩飾呢片煙霞而講嘅大話，親手摧毀咗我同阿 Ling 之間最實在嘅嘢——信任。阿 Ling 嘅冷靜可能仲傷過佢嘅眼淚，因為我知道佢唔係嬲，而係失望，甚至可能係死心，因為愛過，睇破咗，先至放大。佢睇穿咗我多年嚟嘅偽裝，睇穿咗我嘅懦弱同自私。呢個認知就好似一個放大鏡，將我嘅缺點無限放大，亦將佢嘅傷害無限放大。信任呢樣嘢真係好脆弱，就好似一件精緻嘅玻璃跌碎咗，就算用幾好嘅膠水去黐翻，裂痕永遠都會喺度，甚至可能有啲碎片已經揾唔翻，砌唔翻完整。我而家先明白，有啲傷害唔係一句對唔住就可以抹平。以前聽人講佛偈，話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我以前唔明，而家好似有啲體會。我哋之間曾經嘅幸福，可能真係好似色即是空咁，會變化，會消失。但係我種下嘅因、隱瞞、欺騙，帶嚟今日嘅果，關係破裂，信任盡失。呢個因果係實在嘅，係我要承受嘅。我係咪太執着於維持一個完美丈夫、正常家庭嘅形象？呢個執念令我選擇咗逃避，選擇咗講大話。如果當年我可以坦誠啲，結果會唔會唔同？但世事冇如果。佛家又講，放下係咪要我放下對挽回嘅執念，接受呢個殘酷嘅現實？有一次，我鼓起勇氣，好認真咁同阿 Ling 道歉。阿 Ling，我知道我做錯咗好多，傷害咗你好深。我冇任何借口，我只係想講，我真係好後悔。佢聽完冇望我，淨係淡淡咁講咗句我知道啦，然後就轉身入咗房，冇原諒，冇指責，就好似我講嘅嘢對佢嚟講已經唔重要。嗰一刻，我個心沉到谷底，我意識到有啲嘢可能真係翻唔到轉頭，就好似皮膚被火燒傷咗，就算好翻，都會留低一條永久嘅疤痕。我哋之間嘅關係可能已經留低咗一條咁嘅疤痕，時刻提醒住我哋曾經發生過嘅事。呢排我哋相處嘅模式就係咁，喺同一個空間，但活喺兩個平行時空。有時食飯，我會忍唔住望住對面嘅佢，佢安靜咁食嘢，眼神冇焦點，好似諗緊好遠嘅嘢。佢個樣冇乜表情，
但我感覺到佢周圍嗰層厚厚嘅牆。我唔知佢心入邊諗緊乜，係咪仲嬲？係咪已經決定要點做？定係同我一樣對住呢片煙霞感到無力同迷茫？前路嘅風景蓋住咗煙霞，我哋嘅將來真係一片模糊。或者呢個就係我哋嘅結局，一個冇結局嘅結局，冇灑狗血嘅分手，冇破鏡重圓嘅童話，只有兩個人困喺一片因過去謊言而起嘅濃霧之中，默默承受住無法磨滅嘅傷害。可能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接受呢個事實，接受阿玲未能原諒我，接受我哋嘅關係已經唔同咗，接受有啲傷害係永久嘅，呢個就係我作嘅業。放下對返到過去嘅執念，可能先係真正嘅開始。雖然前面嘅路仲係一片煙霞，睇唔清楚方向，但我知道無論點行，嗰度因我而起嘅裂痕都會跟住我哋。呢個或者就係呢段關係，一個帶住遺憾、無法完美，但又不得不繼續落去嘅無常因果。當信任嘅基石崩塌，愛意亦被蒙上煙霞，有啲傷害，時間未必能夠沖淡。阿 Ken 同阿 Ling 嘅故事，或者就係一個提醒，提醒我哋坦誠嘅重要，亦提醒我哋有啲遺憾，只能學識共存。多謝收聽今集嘅 Y2K 廣東話故事。